但国防主要的战力之一幻象战机传出失事，因为其实对1997年组队甲打已经有发生9摆重大的飞安事故，冒造成5个飞官殉职，也毋过冒8人互救起来。后续依连这边规划。 飞官黄仲凯2002年3月14，在幻象2000战机伫台东的外海失事，平安被救带。经过2礼拜收响，迄当阵的总统蔡英文去慰问，人会当平安，专家认为是飞行员操作大响翼 SOP 标准。他才有在正常情况之下拉射、弹射头柄，然后顺便自己弹射跳伞离开飞机，然后到海上。到海上的求生他也很落实啊，所以他没有伞衣罩领，他人跟伞分离，他都有做操纵嘛。 这是幻象战机服役27年来第8件意外。作为咱国防主要战略之一，是不是让维持战略？迄当阵就引起讨论。霸方提供的这个报价太过于高昂啊，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负担起的一个价格。所以幻象2000战机其实跟25、6年前呢引进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但是既然我们引进了66架新的 F-16 Block 70战机的话，就必须非常认真思考幻象2000战机未来在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使用存续状况。幻象2000遥人叫做法国贵族，一台就按13架。 台湾甲法国买60台，自1997年开始交机以来，伫台湾发生过8遍的意外。第一遍发生伫1999年，迄当阵2位飞官跳伞被救带。同年12月，佫发生一件，淹过飞官因公殉职。了后，2001年、2002年、2012年、2013年、2017年、2022年，伫台湾佫发生事故。另外，2012年，飞官王同义到法国接受训练时阵，不幸涉机殉职。佮加上这边新的这件幻象2000服役27年来，已经发生过9遍重大飞安事故，5位飞官殉职，有8位被救带。目前战机是剩53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